耶稣有讲，要敬拜我的，拢用心灵甲真诚，要用心灵和真诚敬拜我。所以咱要礼拜以前，请大家安静，请大家安静，毋好讲话。若有手机的，请你甲处理好势。请大家安静，谢谢。以色列啊，爱信靠上主，因为伊有不变的疼，伊有丰盛的救恩。
即条咱要真欢喜来唱圣诗51首，圣哉圣哉圣哉，请大家起立。请咱大家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一年阁到最后一季的一半，感觉实在时间过了真紧。但是你予阮有勇健的身体，会当行到礼拜堂来敬拜你，实在已经真感谢你，因为这是阮人生上快乐、上重要的代志。尤其是阮看到90岁以上的兄弟，也是阮病痛拄啊好的兄弟来，阮实在是足欢喜。回头看到阮家己的人生，有家己真满意的事，也有真后悔、真遗憾的代志。有行合伫你心意的，嘛有行互你失望的。你要爱阮完全信靠你，但是阮伫你面前来认罪，就是阮实际伫行大的时，阮并无完全信靠你。有当时阮大主大意，有当时阮无发觉，事后阮就发现啦。为着安尼，阮要向你悔改，求你赦免。同时阵，阮嘛要甲你感谢，因为你透过牧师传讲的信息、上课、牛步庄的查经班，也是演讲、成人主日学、祈祷、同工的学习，以及你圣神的启示，互阮及时知影毋对。阮有信靠不足，但是你却犹原听阮，原谅阮，所以阮要伫遮献上大大的感谢。主啊，阮是相信你，听所有的人，你嘛要救所有的人。顶礼拜美国的教会发生枪杀事件，有30个人死亡。阮台南的教会
老人团体去旅游，因嘛发生重大的车祸。世界逐日所发生的天灾、战争、人祸，还是灭族，还是人口贩卖，阮实在心肝足疼。阮亲像伫人间看到地狱共款。阮家己个人的一生，嘛会发生真大的不幸。有当时，阮的身体也是阮的心灵制止袂牢。阮确信你是会医治。阮要像约伯共款，阮无要问为什么。阮相信你会更新，你会互阮渐渐复原。圣经诗人有讲，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阮确信你是信实的，就算阮一世人看袂到，阮知影有一天你会互伊实现。确定啊，蔡主任牧师要传讲，听是凡事相信。求你的圣神，甲蔡牧师以及阮所有的兄弟姊妹做伙伫地，互阮记牢伫心肝，伫头壳内面，成做阮人生上大的帮衬。另外有一项代志，阮要甲你祈求。阮有侪兄弟姊妹，因诚久无来敬拜你，可能有失望，有失志。有当时阮的行踏无好，阮无够有疼心。阮的侪朋友毋肯来决志受洗。主耶稣啊，阮是来见笑，求你赦免。阮心的种子有选出来，昨昏甲昨日，阮有参加研习会，逐个拢全体团结，成做一伙，阮非常感动。求你，互阮每一位要当即个牵起阮的心思意念，阮无借着即个名分来荣耀家己。阮即时嘛要特别恳求，主耶稣，你知，顶礼拜阮的周报上尾一页，阮的牧师有写一篇一个梦想。愿你的圣神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成做一个兴起相连教会小小的器皿，渐渐，互一个理想教会的梦想成真。台湾这个美丽岛，感谢你的保守，遮尔少的人信靠你。但是你互蔡总统当选的时，有讲一句要紧的话，要谦卑再谦卑。求你互这个团队所进行的改革，会当下伫你圣经的真理，互阮这个国家，互世界各国不得不都爱来尊重阮，来承认阮。阮的兄弟姊妹，若是艰苦病痛，也是有侪事件，有死失的，也是有心肝艰苦袂当解决的。求你怜悯扶持帮衬，阮的祈祷无完全，求你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甲阮帮衬。你祈求，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地，亲像伫天里。阿门。
即碟要来启用，请咱逐个掀开咱圣诗后面第20篇，启用20篇，圣诗后面第30页。启用20篇，圣诗后面第30页，30页。诗篇96篇，我来启，请大家来用。恁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着向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侮辱。因为列邦的上帝拢是虚假，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百姓中的逐族啊，恁着将权能荣光归乎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耶和华。着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伫列邦中着讲，世界坚固，无摇动。愿天欢喜，地快乐。愿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因为伊来了，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审判万百姓。请咱大家过来吟圣诗，圣诗35首。圣诗35首，我心实在懊恼，请起立。
请坐。即碟，咱要请咱上年大学的诗班来为着咱来赞美，因所要吟的是“一世人我要服侍主”。感谢上年大学诗班遮尔水的歌声，搁遐尔美妙的乐器，弹钢琴，尤其咱的林佳慧老师、周欣欣主任有甲我讲，请咱50岁以上踊跃来报名参加上年大学50岁，50岁以上，55。55岁吼，毋是65岁。谢谢谢谢。
感谢，愿一切荣耀归乎咱的上帝。上帝会当祝福因的服侍。即条我要来读圣经，有2个所在，哥林多前书13章第7节，搁一个所在，加拉太书5章6节。哥林多前书13章第7节，现代中文译本267页，台语汉字版197页。这咱已经真熟吼。13章第7节，现代中文译本267页，台语汉字版197页，197页。我用2个语言来读，因为甲今仔日的讲道的题目有关系。现代中文译本，听为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仰望。对，会当忍受一切。台语汉字版是凡事忍受，凡事相信，凡事仰望，凡事吞忍。搁一位是加拉太书5章第6节。现代中文译本是292页，台语汉字版217页。现代中文译本292页，台语汉字版217页。我有看到有人咧献圣经，所以咱搁小忍来一下。现代中文译本292页，加拉太书5章6节。因为当咱伫基督耶稣的性命内的时，受割礼，也是无受割礼，拢无啥物关系，只有迄个以听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信心，才算重要。以上愿上帝祝福，定定咧献伊的圣经，读伊的话，用伊的话做美牛，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今仔日，咱的蔡主任牧师要过来甲咱传讲《爱的真谛》第17讲。今仔日是听是凡事相信的第1讲，请咱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咱个组织伫伊的面前，要透过伊的话来得到帮赞。咱今日嘛真欢迎上台的合唱团，在咱献诗吼。拄则搁来大家提醒，若超过55岁吼，就会当来报名上台吼。若你若无55岁吼，你会当来做老师吼，像我53岁做校长吼。咱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是活泼有气力，会当更新调整阮的生命。主，阮只是要静静来听叹你的话，求主赐福保守，互阮会当拍开属灵的目睭，看见你话语的奥秘，也透过你加添的信心。我们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荣光你，来利益人。求主帮助我，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礼拜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听是凡事相信，听是凡事相信。咱会用2个礼拜来分享这个信息，但是咱若看到这个题目咱看到讲凡事相信，咱会小可无相信对无因为这对咱平时甲咱平时的理解无啥相共。因为你若想看觅，咱普通时咧教是咱的囡仔咱通常拢会讲，青云人讲的话，你毋通凊彩相信，你会说你因为青云人可能会害你你无熟悉伊，你毋通听伊所讲的，你拢相信你会晓判断。毋通马上就相信，对无？咱拢安尼教是囡仔嘛。较顺你的囡仔来主日学老师，也是讲牧师，逐伊讲听是凡事相信。所以所有的人讲所有的话，你拢爱相信若无你就无听。你可能感觉讲哇，这个教会安尼敢毋通送囡仔来主日学？
当然，咱的主流老师袂安尼教，所以咱圣经中间讲，听是凡事相信。咱有一个要义，咱敢真正会当安尼做？因为咱是生活伫一个充满欺骗的世代，所以听是凡事相信，的确有伊别种的意思。所以咱要认真来学习。我拄则讲过，咱是生活伫一个欺骗的世代嘛。我相信咱在座大多数，至少拢捌接过诈骗的电话，对无？我有一遍我接到一通电话我过来的电话号码记起来0422954431这电话对方老讲伊是台中市刑事局的警察，伊讲伊怀疑我的资料去外泄所以去有人利用做人头来开银行的户头，所以伊个怀疑讲我参与诈骗，所以伊爱我提供相关的资料。我听到我就心内感觉奇怪所以我来问讲，安尼我要怎配合？要怎配合侦办？伊就我讲，你若我以后问你的资料，你拢我讲就会使啊。我哪听哪毋对我这资料拢互你，我就惨啊我就来讲，无我家己去派出所投案好啊结果伊听到我讲安尼，伊就讲袂落去咱知影这是一通诈骗电话嘛。但是听讲最近迄诈骗的技术哪来哪进步所以咱生活伫即个世代中间，咱家己要安怎面对？咱家己要安怎去驾驶咱的世件？但是为什么奇怪？保罗爱咱凡事相信这是啥物款的意思？咱今仔袂讲伊的意思你若要听伊的意思，后礼拜再来后礼拜我会讲为什么叫做凡事相信？咱凡事爱相信啥？今仔日我想要甲大家来分享，啥货是相信？相信有啥物款的风险？另外再来分享听甲相信中间的关系。然后后礼拜咱较来讲，啥物叫做圣经中间所讲的凡事相信？咱来明白，其实相信是一个冒险。咱要相信人其实是一个冒险，特别是咱甲伊无熟悉的人。所以咱每一工拢伫冒险中间。譬如讲，我最近做一件冒险，就是啥物货？就是今日早起，我去迄个买一个早餐，去早餐店买一个早餐。为什么这是一个冒险呢？虽然这头家我可能熟悉，但是我嘛毋知影伊是安怎将伊这食材这材料进来伊的店里。我嘛毋知影伊安怎去处理这物件，所以伊做这过程中间，我拢毋知。我看到就是一个三明治做好势好势，我就付钱来买来，我就爱来食咧。你看安尼有冒险无？若我无相信这个人，我来食咧，我就是一种冒险嘛，对无？所以其实听到种相信，其实是一个真大的冒险。对，因为我为什么去来这头家买物件、买早顿，是因为我相信伊，看起来安尼老实，可能袂老骗。我相信伊会进口迄个真卫生即个食材，我嘛相信伊在料理的过程中间真用心，袂去拍垃圾这食物。所以我就来买，付钱了我就来食了，因为我相信。但是这个相信是有冒险的。所以任何相信拢带有冒险的即个成分，安尼，譬如讲举一个，咱讲咱要爱人相信上帝，这是邀请人进入一个冒险的。其实咱家己相信上帝嘛是一种冒险。保罗就安尼讲嘛，伊讲如果咱信基督的人只伫今生有愿望，咱就比世间上任何人更较可怜，因为咱相信上帝。相信耶稣基督对死人中国活，虽然因为这个相信，咱嘛相信咱将来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嘛。但是这敢是一个冒险，咱还未实际去担着迄个永远活命的滋味的时阵，进前其实拢是一个冒险。你讲对无？所以保罗讲，如果若一天真正无上帝，若真正耶稣无对死人中国活，
安尼啥物人上可怜？就是咱基督徒上可怜嘛，因为信仰是一种冒险嘛。安尼到底有啥物款的方式会当减轻即款的风险？咱一般拢是用咱家己的知识去想嘛，去判断嘛。但是咱的判断往往有可能失错吧。有一遍，阮某孙女叫我去买一罐油，入去迄个超级市场哇，迄油真济真济，我就想讲要选爱选一罐较好的较安全的。你要选，你要安怎选？我就想讲选较贵的嘛，对无？较贵可能较安全嘛。我就去选一个，这真贵哦。顶完佫写日本字哦，哇，这可能安全呢。我就来买转去，想讲这食咧可能无问题。叫过无偌久新闻报讲这个油有问题，心肝真郁卒。若买较俗的有问题，佫袂要紧，佫买较贵的。所以有时阵咱想要降低这个风险，真困难。但是敢有方法？当然有方法啦。无需要大家讲两种方法。第一种就是咱的人捌爱了解嘛。因为咱对一个人认捌了愈深，咱就会当相信伊嘛。如果伊值得咱相信，对一间公司，伊若咧做这个产品，过去的风评拢真好，伊的信用嘛真好，咱就会当相信伊。但是咱就爱去研究，爱去了解，爱去认捌嘛。咱较人别人交陪，如果有一个人，你若交代伊啥物代志，伊拢做甲哩哩啦啦，这个人袂当信用进。但是如果你若交代一个人，每一遍交代啥物代志，伊拢来做个真好势，真舒适。伊会想第一遍经验，这个人可能会当信用。第二遍佮交代伊代志，佮做了真好势，哇，这个人可能绝对会当信用。那根据咱的经验讲，这个人拢把你的代志处理了真好势，咱就信任伊嘛，就对伊相信嘛。所以认捌了解会当帮助咱相信。第二项是啥？因为第二项就是听，因为认捌了解一个人，咱的认捌，因为咱的能力有限嘛，有真侪人向骗拢是熟悉的对无？向骗拢是咱捌真久的人嘛，咱想讲咱去会骗，就是拢想讲伊袂骗人嘛，但是有时交陪真久，可能嘛是用出卖。所以认捌虽然当帮助咱减低迄个风险，但总是袂当有安全。但是如果若加就听这件代志就较简单啊。因为听甲相信是真特别的两件事，两项事中间有真密切的关系。牧师要甲大家分享3项，咱来好好来学习。第一项，咱来明白咱拢会当伫听中间去建立信心嘛。譬如讲，一个囡仔当出世的时阵，伊开始甲四周围人接触。当伊是伫一个听的环境顶面长大，伊开始学晓相信别人，因为伊的父母真听伊的，长辈伊的时代拢足听伊的，所以就提供伊的成长的需要，伊就开始相信四周围的人，因为伊伫一个听的环境下面，伊就开始学习去相信。咱顶回有讲到，听是甲真理相较欢喜对无？听是甲真理真好嘛，所以听中间是真理就无欺骗，无欺骗当然值得咱相信。所以牧师相信咱大多数的人拢是伫一个听的环境，会当互咱相信的环境顶面长大。但是真不幸，咱大汉了，面对的人开始多，咱检查有可能会较歹运去拄着一寡对咱无听的人。咱就开始被欺骗，几遍的经验了，咱就开始爱提防所以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拢讲台湾人上较有人情味，因为迄阵咱的风气风俗抑阁真朴实，人甲人中间的关系真亲密。但是渐渐真侪人，我感觉这是罪的运作啦。真侪人为着得到家己的利益去人欺骗别人，所以渐渐规个社会环境的迄个气氛，就是讲，咱来提防这个人讲话，咱无一定爱相信人因为安尼人甲人中间就起一座墙，
渐渐咱想讲啊，咱去一个城堡，咱住伫内底吼，较袂危险，啊，无要甲别人接触，啊，但是安尼嘛无真好势，吼，所以咱因为咱的经验的缘故，咱拄着无听的人去互欺骗，所以咱开始会提防，就失去人甲人中间的信任。所以咱明白，听是信任的基础。那假使若无听，就无信任；无听，你就袂相信别人。但是倒边来讲，你若有听，你会当起着这信任。所以有一寡人，伊受到伤害，受人欺骗，所以伊开始毋敢相信别人。啊，这个时阵要安怎改变伊？就是你要互伊来到一个听的环境顶面，真侪人听伊，互伊开始会当信任，伊迄个墙就慢慢拆开，拆开了，伊就开始会当信任别人，甲别人起着好的关系。好，所以人爱伫人因为无信任的缘故，所以封闭家己。但是因为听的缘故，拍开这个封闭的墙，互人甲人会当重新起着这个信任。其实毋是干那人安尼啦，你若有照过动物的人，你就知。动物有迄个性格吼，你若听伊吼，伊会有信心，伊会甲你建立好的关系。我有一个同学吼，伊被摆到一个庄骹去服侍，啊服侍真无用吼，啊伊迄庄内做一狗仔吼，啊有一只狗仔吼，专门去互欺负的，大概若狗仔咧吠吼，迄只狗仔就走去喂，迄胆足细吼，啊拢去互欺负吼，啊有一天伊发觉讲，即只狗仔吼，可能迄个懒散的缘故吼，啊所以吼倒伫涂骹伫遐害，迄囡仔。狗仔囝已经死去啊！吼，一狗仔某吼懒散倒伫涂骹，强强要死啊！吼，啊伊看伊安尼吼，实在是真可怜啦！吼，啊拄仔有一个会友送伊一碗麻油鸡啦！吼，所以拢来做回来吼，拢互只狗仔食啦！吼，啊伊想讲，伊来上帝讲啊，我做无用的吼，啊无法度照顾只狗啊！吼，啊但是如果伊若真正活起来吼，我就是来照顾。啊，叫无想讲即只狗仔真活起来，吼，啊，对上帝讲安尼，伊就照顾即只狗仔，啊，即狗仔我们在做大做细嘛，吼，啊，但是伊就来互伊听，吼，啊来关心，啊头起嘛是甲伊有小可隔离，但是伊来听、来关心、来饲物件，啊来洗浴，吼，我慢慢建立伊甲伊中间的关系，啊，到尾即只狗仔感觉我有主人哦，开始有信心啊咧。即摆若庄内有狗仔咧冤家，伊拢会走去苦劝因咧，哈，走去劝架，袂阁走去喂啊，哈。啊，你看，迄狗仔动物就是安尼，何况是人？人若受伤害，对别人袂信任，无相信，咱就爱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互伊伫即个听中间去恢复。伫天主教的传统中间吼，有一个真水的传说，吼，即你若去罗马。游览的时阵，有可能会去即个所在吼。即我有一遍去罗马，参观访问吼。啊，阮的游览车都经过即个所在，即个所在真细的一间教会吼。啊，这间教会有一个真特殊的名，叫做这间教会名叫做祝你往哪里去，吼，祝你往哪里去，伊个名就是安尼。啊，伫遮有伫即个所在，即个地点吼，有一个真水的传说。因为咱知影初代教会吼受到罗马皇帝和罗马政府真大的迫害，我罗马城诶，即个所有的基督徒拢受到足严酷的对待，若去互掠着吼，有可能去互刺杀，有可能去互火烧，吼，真凄惨。啊，迄个时阵保罗就是伫罗马城内底，啊，即个是彼得伫即个罗马城内底，啊，大家就苦劝彼得讲吼，你赶紧走，吼，赶紧走。吼，无你迫害吼，你会忍受袂了。啊，这必定吼，胆真细吼，就安尼，就安半暝吼，就对迄罗马城吼，走往去郊外的所在。拄啊走到即个所在吼，拄啊去对教堂即个所在吼，拄啊远看到一个光对伊行来。啊，伊目睭闭开看，讲啊，主耶稣啊！伊就伫即个所在问即个主耶稣一句话讲。主啊，你要往倒落去？
这个时阵，伊看到迄个耶稣基督的面吼，带着忧愁对伊讲，因为你离开我的羊群啊，所以我要搁前往罗马，搁定十字架。我讲这个时阵，彼得听着主对伊讲即个话吼，心中实在后悔，流目屎，拢伊伫即个所在吼，拢回转倒转去罗马城，因为耶稣基督的疼，重建伊对上帝的信心，所以伊毋惊撇开，等于甲罗马城无偌久受逮捕，人要将伊钉伫十字架顶。伊讲，伊无配甲主耶稣基督相款的死法，所以伊要求人将伊倒钉伫倒柄来钉伫十字架顶。咱看到伊变做诚侪勇敢、有信心的人。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真水的传说。咱看见着疼会当重建一个人的信心，疼会当重建信心。无论你伫啥物款的环境中间，如果失去信心，就是爱加添较侪疼。咱在伫家庭中间，咱因为疼彼此信任，但是现在咱发现有真侪夫妻产生一寡问题，拢是因为欠缺疼，产生无安全感。无安全感就是欠缺信心嘛。有一寡太太也是讲先生对另外一半有无正确的疼，伊就咧烦恼讲常常安尼疑神疑鬼，无信任。这时阵要安怎面对这个问题？就是爱互伊搁较侪疼嘛，搁较侪疼，双方拢做一寡调整，咱用搁较侪疼去互因放心。亲子中间嘛是相款啊。有时阵咱因为一寡歹的问题，煞去破坏咱中间的关系，失去了信心，彼此无信任，要安怎？就是爱用搁较侪疼，才通弥补这中间的关系嘛。咱有时咧甲囡仔斗阵的时阵，有哪真细腻。我过去捌有一个经验吼，真无好吼。所以听起来真趣味，但是真无好吼。因为我的后生吼，木奇吼，伊细汉伫遐咧佚佗吼，我看伊咧佚佗，有一工就想讲，甲伊讲一个耍笑啦吼。我看伊伫遐咧佚佗，拾到一个玩具吼，我倒去买另外一个玩具吼。我就木奇讲，木奇来，爸爸变魔术互你看吼。譬如讲，伊迄个时阵在耍接球啦吼，我就讲木奇，你目睭开开吼，你算到3吼，爸爸讲你目睭铁开的时阵，你开通铁开吼，伊就1、2、3，我就变一粒出来吼，好啊，变一粒出来。迄个时阵伊迄目睭铁大蕊，讲这爸爸较厉害吼，我做崇拜哦吼。我想讲我感觉足骄傲吼，讲这囡仔安尼对我做崇拜安尼吼，结果代志惨啊！过无偌久吼，伊煞摕这只来找我，伊讲变成较大只的。当然咱即摆会笑啦吼，但是我迄阵我心肝咧插一下，变袂出来要安怎？当然是闹气啊，但是，这囡仔以后安怎看我？所以我就来木奇讲，木奇爸爸来，我做严肃来讲，爸爸来回室咧，爸爸拄则甲你开玩笑咧，你看这两粒拢伫个，爸爸来回室咧，爸爸来骗。你毋通因为安尼吼，就失去对爸爸的信任所以迄个时阵就爱继续来听较济，才通恢复彼此中间的关系。我这句这个主要是要互大家清楚，听会当重建信心嘛，听会当重建信任。如果若双方也是讲两个团体，因为无信任的缘故，关系无好，就是爱搁较济听，放这个中间，才会当恢复。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发现讲，毋干那疼会影响信心，信心嘛影响疼。你若哪相信，你就听了哪深。咱举一个例好啊，咱举男女中间咧交往的过程中间，两个人咧交往的开始吼，因为对彼此拢无了解嘛，虽然有好的印象，但是无可能听了真深嘛，大多数的人。在交往的过程中间，拢是慢慢斗阵嘛，斗阵久了，因为慢慢明白，发觉讲，对方改成值得我相信哦，
所以你着对对方加付出一寡感情。啊，你哪相信，着哪容易疼对方；啊，哪相信疼着哪来哪深。啊，到最后着决定将一生交互对方。啊，所以对一个人哪相信，咱付出的疼甲感情会哪济。夫妻斗阵嘛相共，彼此相信，彼此信任，两个人着疼了搁较深。啊，咱生活中间，咱因为学习互相相信，对互信变成做互爱。所以伫信仰中间，咱嘛是安尼，咱对上帝的信心哪大，咱的疼着哪济。咱看起着有真侪人有顺转的信心，伊毋是讲平顺的时阵较疼上帝哦。伊伫拄着困难、极深的时阵，别人拢感觉应该爱痛苦、救惨上帝的时阵，但是伊无安尼，伊对上帝哪有信心，啊哪疼上帝，哪对上帝献心，啊这两个有一个良性的循环啊。咱知影，疼会相信，相信会疼了搁较深，疼了搁较深，你会愈相信。这叫做良性的循环，啊，所以听甲相信是互动的，听会当建立信心，信心也会当加添听的力量。最后，咱再来分享一点，就是讲，咱常常咧讲咱有信心，也是讲咱有听心，这两项有啥物款的关系？伫咱所读的第二段经文中间，咱看见着保罗先生对咱讲。当咱伫耶稣基督的生命内底时，受割礼或者是无受割礼，拢无啥物关系。独独迄个用听的行动表现出来信心，才算做是重要。这段经文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阵加拉太地区的这个教会拄着问题。这教会原本是保罗设立的，后来保罗离开这个教会了因受到信仰上真大的冲击。有一寡叫做犹太派的基督徒领袖，因来到这个教会，但假使讲除了接受耶稣将做救主以外，人要得救，就爱安怎？爱去守犹太人的律法，特别是接受割礼。所以保罗知影这件代志了，真受气真着惊，所以伊就马上写这张批回去。伊讲，当咱伫耶稣基督的生命内底的时阵，讲咱接受耶稣成做咱的救主。以后有受割礼无受割礼拢无重要啊，上界重要只有一件代志，就是迄个用听的行动所表现出来的信心啊。意思是讲，保罗咧强调这个信心的重要，这信心是用听的行动所表现出来。在保罗看，信心是得救唯一的方式，但是这个信心是爱用听的行动表现出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如果咱若真正知影，耶稣基督为着咱做遐尼大的牺牲，是遐尼大的疼，咱就应该对这款疼有回应。啊，免怎回应？就是要有信心嘛。有信心就是爱用疼的行动所表现出来，人才会当知影你是有信心的人。如果一个人讲伊家己有信心，但是却活得亲像无五忙的人同款，安尼人才会知影有信心。有信心的人会展现无同款的生活品质甲生活态度。上界重要的信心见证，就是实践听。伫付出听的过程中间，别人才知影讲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咱对这个上帝有信心。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要传福音，其实无困难，就是咱爱见证咱的信心。啊，要见证咱的信心，就是咱爱处理了，爱有听的行动。咱毋是将听放伫咱的教会尔。当咱的牧师甲恁祝福、祝到了，恁就出去对无？出去了，你就开始爱实践听的行动，互人知影你是有信心的人。咱感谢上帝。咱拄则安尼长老伊咧祈祷的时阵有讲到，咱伫前2天拜5到拜6，咱所有信任。而且中级同工做伙组织，阮组成一个新的团队。伫即个过程中间，牧师非常非常感动，因为我看见着咱教会新的团队成立了，大家共同一心志要来实践对上帝的信心。
伫透过咱所推动听的事工，来见证咱真正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牧师对咱双林教会的未来充满愿望，咱爱伫祈祷中间，为着咱的教会常常祝福，互咱教会真真正正会当用听的行动表现出来信心，互咱真真正正来欣慕即个会当带互人生命改变的真神上帝。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互阮帮助。主求你帮助阮，互阮用听来建立信心，也透过信心的坚定，互阮听了搁较深，也互阮会当用听的行动表现出来信心，来为你做见证，荣耀你，祝福人。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感谢咱的蔡主任牧师遮尔好的勉励。即碟咱要唱回应的诗，圣诗343首，咱着信靠上帝，请大家起立。343首。即碟我要欢迎头一摆来双连教会做礼拜的来宾你若还袂填迄个留名卡的，请你填好好势，交互收奉献的执事。咱的座位头前有迄个留名卡即碟咱开始来奉献。
请大家起立，额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有讲，我们白白的得，也要白白的给。求你，互阮所有的基督徒愿意、心甘乐意奉献伫教会，伫教会的事业、基金会，甲所有志未遂的人、欠用的人的身躯顶面。阮安尼祈求，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请坐。即条我要来报告，咱有较侪代志，请咱看第4页。咱有选出20个长老甲24个执事，请大家为遮个人甲遮个事工来代祷。第4页集体关怀。咱的会友招时小玉长老，就是咱的赵明灿长老的妈妈，罗允良长老的丈母。今仔日下昼1点半，伫咱的10楼礼拜堂要举行告别礼拜，请大家关心代祷老婆来参加，愿上帝安慰。抑阁一位伫咱的拜3即礼拜，顶礼拜拜311月15来安息主怀，是咱的。陈秀芬长老娘，也就是咱的吴建宪长老丈母，来安息主怀伫南部的所在，请兄弟关心代祷，也愿上帝安慰为足。感恩节音乐会要伫后礼拜主日来举行，是中昼12点半开始，伫咱的10楼礼拜堂。有侪丰富的节目，请兄弟姊妹做伙来共襄盛举。咱的圣诞节要庆祝的时间，12月初3，咱就爱先去分社区分传单，12月初3，所以是中昼12点做伙来食饭以后，咱12点40到2点中间要来分传单，分做4区东南甲西北。咱有人会带队，所以请大家踊跃来报名。报名时间是伫11月26，后礼拜主日，为止。请咱甲石文慧甲谢莹莹2位干事来报名。过落去是圣诞福音的地会，是伫12月初9拜6要来举行。这是为着咱的慕道友甲咱的亲情朋友、新朋友所举行的12月初9拜6下昼1点半到3点45分，伫咱的10楼礼拜堂，伊的主题就是改变。咱要请一个歌星叶欢姊妹要来做4名见证甲分享会后有分组甲地点，请大家一定爱伫12月初3以前报名。咱的石文慧干事甲谢莹莹干事才有法度来准备。佫掀开咱后面第6页，倒手平面的下面有儿童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有一个感恩节的联合礼拜，是伫后礼拜主日11月26 9楼的联谊厅，请咱的有囡仔的家长嘛是共款9楼报到，分班也嘛是伫8楼，
咱的幼儿组吼的家长迄天，都爱为着囡仔准备土内面出产的食物，佮洗好清气。我们要举行线上感恩的活动。以上简单报告，咱第8面有真侪身体欠安的兄姐，请大家为着因来代祷。这点要请主任牧师来补充。大家平安。这时阵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这有一位这洪先生是林世杰朋友，来这个伫遮哈，欢迎洪先生哈，欢迎。佮有一个家庭吼，欧家明、欧家泽、Grace 甲陈慧珍，伫遮哈，欢迎。这是因是对高雄的德兴教会来，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无介绍到的。咱欢迎这贵宾。咱等下请伊四周围的人来，只是去到迄个贵宾席的所在，互咱的同工会当去做真进一步的交代甲介绍。欢迎恁来。这时阵咱来牧养代祷，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来到圣殿甲你亲近。主，阮要中间有真侪人，因为失落阮亲爱的朋友、亲爱的亲人，心内忧伤艰苦。求主你怜悯阮，亲自帮助阮，透过你的圣神的帮助，互阮明白生命真实的意义，也互阮伫即个苦痛的中间得到安慰。相时，恳求主你将永远我的仰望放伫阮每一人心中，互阮会当互相激励、互相扶持，来行天路。主，阮中间要心神肉体软弱的兄弟姊妹，阮也将因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赐福保守，破病求你赏赐复原的气力，忧伤的求你亲自安慰，互阮拢伫你的听顶面得到保守。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顶礼拜，咱大家拢有一人一盒蛋糕，吃在嘴里，甜在心里。谢谢黄元聪先生、太太跟家属。我今天要代表所有的弟兄姐妹，谢谢。咱这点要来唱散会的诗，515首，515首，请大家起立。Spirit.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道社温享受初见。